有要考机车驾照的人就要注意咯。为6月初5开始，机车驾照的考试会增加影片的题目，考生就要看影片内底交通状况来判断讲刷落来应该安怎做。交通部公路局表示，这个月底就会将影片放去监理服务员顶悬，后民众先试考来考看卖。类似这样，这个就是真正的一个画面哈。那你当咧骑奥多摆来切车道的汽车，常常要违规变换车道，应该安怎做？这款测验奥多摆驾驶危险感知能力的影片题目，6月初5开始就会加入奥多摆驾照的笔试，计共50个题目，会有影片题、图片情景题、选择题加是非题。为了要培养我们用路人去查知这个道路跟交通环境所可能潜在的一些风险。那培养他能够及时反应、应变的这样的安全防卫能力啊。公路局推动影片题目培养危险感知能力，即摆民众要考奥多摆驾照进前，也要先伫机车危险感知平台体验这款影片题目了后，才会当注文考驾照的时间。为5月23开始，这款影片题目会放去监理服务房，互要考奥多摆驾照的民众无去考试，互民众知影新制的规定是安怎考的。4个主题，第一个是机车最常犯的那种交通事故的一个主因，第二个是交通部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大型车祸停让哈，第3个就是这个防疫驾驶，第4个部分就是机车的特性。比如说机车抓地力啊。公路局表示，上路进前应有找各款年龄层计共81个民众试考，错误比率大约17%。正式实施了后，会看施行状况，随时调整题目的类型。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